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4，以赛亚书52章9节安尼讲：耶路撒冷趴远的所在啊，就出欢喜的声，三角唱歌。因为耶和华安慰伊的百姓，救赎耶路撒冷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伫趴远的所在，有源出欢喜的声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享受丰盛活命的生命主，你是看顾心内忧闷的人的安慰者，你是爱耳孔听阮恳求的声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，阮有时亲像伫打扫的地，喙焦无水通啉，也听袂着你的声。主啊，互阮看见你的甘露，润得阮的心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伫患难中再倚靠你，伫困境中再找求你，伫无助的时再听候你。主啊，因为伫经历生命中趴远的所在时，你害阮出欢喜的声，三角唱歌。主啊，因为你要安慰你的百姓，救赎属你的儿女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